个在个像个户嘛，个在个像那个晒毛刀那个古毛嘛。我摸不开啊！他们上班都那时候你要我觉得都做了，我全部摸了，手了那还是中国就杀了，打仗打仗，真的吗？也该斗人家斗那个，给大家杀了，他哪就靠起来。哎，大哥我，是吧？哎，看这也骂他早都杀人家了，是没？抽两个，这啥包上？